呀，各位聽眾歡迎我來邊咧學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能真正歡喜，有隻最近人要嚟講，這誒物件我講啊，咱話題是叫咩啊？食好料食好料對，當聽到一個咧有通食有通講咧人嘅聲，我老鳥微微話我歡迎。Hello 大家好。較大聲無咧？嘅書本。大家好。了個有。你聽到 actually？我轉你先較大聲都無。了個有我人另外一隻老鳥特別比較換名嘅頭家歡迎到對來。大家好。伊個名咪即別個名，我找個半死人邊。感謝你來，這個來參加人，這個是搞節一點啊。那個引導我人係初男頭一擺來，不到做戲做了，還是卡幾剛到咁樣做戲做了是棒爆了一包。感謝 ，hello。引導你是新人吼，頭你是其實要特別問你安怎會聽到係咩呢？安怎聽到邊咧學見的呢？你邊咧學嘅我知隻歌咧嘛？哦，你聽隻歌還是知隻歌？呀，John 你去過一個店西名大伊個店，我嘛有。哇，梗係硬呢。Hello， 你個硬喎。阿咩啊？咩啊？店啊？攞記名就最記名咩做我俾你記吧，第一 last year。哎呀，死命真未記得失敗啊人。我唔知在，等陣我看個我本來。我等陣我未看我知，我等拍下我知。伊唔知講你落掉節目咋，特別唔緊。我落去未，我拍未看伊通。你知嘅店啊？唔是我知點，我知錯。知啊。咩數？我等落掉音啊，一半啊。不要緊，我咪回你，我上未去講，定住當坐我對邊那時都坐去比賽咧，後我前面到啲邊嘅，伊 music 名一店嘅名咪做咩啊？哦，一點啊 ，extreme 啊！咩數？嚇！我等落掉音啊，無啦，我就特別嘅邊個，我講聽到我去前面在邊嘅時，冇去看到，所以我未記嗰啲名。OK，extreme 夠啲，我當一點。哦，你咧依個冇切咧。個未切啦，名個。哎呦，未必那是 many 個有時對戲時候，個去後面翕條小影。因為差唔多啦，如果阿冇都想玩都係切去啊。OK，我俾卡咩啊？還是你俾參望落本啊？知 ？OK， 唔係，我俾去兩景啊。OK，拜拜。OK，拜拜。因為去兩景。阿 John， 夠嘅。阿玲บอกว่า嚟啊，ไปขาย喎。OK， 我開喺頭樓去。上過嚟 join。豬？上過是咩？你幾件你 Skype 物件 information 好啊？你講嚟講清楚，要 join 你什麼鬼世界啦？冇會拍電話咩？上過，攞就知道我卡下阿玲。上過 Sean。大娃娃啦！我下有啊，看到。哇！我當然這咧人啊，你食個嗰時咪80萬人咪哦，你這人你看，這多少個？好嘛。老早係啊，老早這頂當時咱講嗰個阿毛嗰個broken English 是冇人講話，講下奇格格，特別咱特別咕做隻嘅咧，嘅做一個無好嘅節目啦，不但好嘅節目是夠人聽嗬，夠人啊歡喜，夠人看。等陣節目啊！我隻 room 字部看到 ，OK， 然後湯嗰杯啊，阿玲，老姐阿玲湯嗰杯，阿玲，湯我碌嘅細聲就碌，成個碌到啲啦，卡住坑講話咧，係咪講？係咩？大聲啦！你一個落上歌咧，上歌。Hello。上歌，你時住嚟，你咪裝一句俾你學見。
我食久無來哦。你特別你捌參過，你唔是初男，你是頭一擺來。我一年前哦。你講我聽上個，頂到你名上個咩？我冇咩會記講上個係咪？頂到我叫你名嚟邊嚟福建節目時。頂擺我 first time 是叫 first class。First class？冇，你捌你會啊？係咩？我是幫上個誒 last time。你幫係咪？我是頂到是你話名叫咩？上個 first class。First 上 class。個 first class。First class 咩？first class。咁。你叫最啊嚇？你叫阿咩名啊？真久無看到伊啊！豆嘅你唔係計亂嘅，你唔係計亂豆嘅。我叫紅事 sorry。冚氣。我真係做小字啊你。我講聽，你可能我未，我等冚你保水冚你聲去哦。即係我幫小聲，我幫小聲。你 mute 你聲會 help 嗎？OK，remotely help 啦，對聲啦，我點去啊！我講聽豆嘅，但是你冇講話是你改 boss 掉哈。好啦，冇你就做小ตื啦嚇，小ตื，了。上歌咪咪你師傅啊！上歌係咩意思？上個嘛是我嘅名。係咪啦？係咩意思？咩個上個歌係咩？係咪解按照解釋？上啦，上是我嘅名啊。上歌，哎呀，下歌去啦！哇，咪啦。上就下歌啦佢。OK。上歌啊，是咱叫伊上就下歌，你會皮膚哦。上就下歌。怪我本啊！我問你是頂到來，你捌來錄音過啊？頂到是？冇，別怪我別記你名啦，我是想講你來過。哈，我只少講你別記人嘅名誒，所以我是會記。對啦。OK， 你是上哥不是初男啦，你個按刀甲上哥做一過來過去咯，我啷個好拍白眼包咯。上哥你到到位？過來過去。上哥你到到。BM。哦，咩？Bukit Mertajam啊？對。แล้ว這裡你按刀呢？冰城冰城多啊！冰城多啊！冰城多係啊！對。冰城多得一格。啊？哪一格？破地冰。破地嘅呀，幾條路？哦。嚇，5條路啊？哦，喺邊隻大家出名係叉燒燒白，還是得啲幾條路嚇？7條路。半山。7條路呀？半山，7條路半山。把打對時都坐去食。你幾條路咧？冇你想變聽6條路呢嚇，頭條路跟2條路呢？頭條路2條路。OK，這是上我等陣我個規則阿玲。你嗰度卡最坑裏面就是出來。聽你嚇，冇啦。OK，有啊。呢度係講係度卡最坑。我講佢，剛才佢介紹我哋隔了嘅即係邊咧，安尼濟人過，我哋攞隻啲新嘅初男咧，就是印度加上隻係個，然後加阿玲咯，卡最坑佢走出嚟啊，係嘛？然後個有豆嘅 helicopter 就亂你對，所以我哋幾冚掉。講話。然後個有微娃娃咯，老椒搞隻，今日即係咱是要講。唔知咪講咧7條路半山誒燒白，真正好料。咱咪講加了咱見隻物件，到底得嚟吞脆，到底得嚟吞隻。加了隻物件，即係是上個八刀做上個咱幾 episode 咧，無久咧，久一擺，久一擺咧，咱就做，咱就做一擺即係擺下面，食好料。咱講下，擺好了，對。咱講 OK，咱學咱老椒成講成，我再直接物件講嘅 BB 爸爸。食好料，講下面，物件要講咧，食好料。我你家己。食好料，講到邊食呀？
係咧，當時他咪驚，แล้วก็ตัดติดตลอด我大沙坑這邊呢嗬有迄個阿女嘅叉粿條。所以這是我的八來。這是我的八來。我把路。即陣我去了吼，即陣我本來愛去食呢，特別無開喎。然後伊就是無開阿無細女啊，伊阿無細女阿卡嘴掉塔，你睇咩水阿卡嘴掉塔哦？人哋阿玲到啲南邊！Oh my god！講乜咯？sorry，咧阿玲出來當佢女，成日看咩看你12點咪是幾隻？แล้วอีไปตา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ในใจaround 10點9點10點ก็ start เดี๋ยว等你อาใส่หนึ่งก็ทันช้ามาแล้วอีช้าสิเขา是ช้า一大位咯อี是咩ช้า一大อี是經濟貴啲唔是經濟特別อีช้าอีจะ厲害ช้อี日嚟點เขา咧貴條係就濟冇你唔是講ช้2-3人嘅喎，一直ช้幾10包啊，你看你話哦，一生意真好嘅時候，一直卡了。對，แล้วจะพัง哦。一包較好食咩？啊，你嗰隻到底阿卡中意啊？講下大聲。唔是差一包嘅較好食咩？冇喎，一叉一大鼎，特別好食喎。哦，特別我咪你去打到位？上高咪咯。上高。你有到啊？上高我唔是白滷嘅咩？我知，你叉粿條是得。叉粿條嗬，哦，我叉粿條我去食嘅是到的士站嘅，北港城嗰邊嘅的士站。OK 嚇，你 OK。因為咪咯，我唔係食過鴨女嘅叉粿條，攞嚟使教我講依個平常時嘅嘅女叉粿條話咩無相呢？我頭去食嘅時嗬，鴨女嘅叉粿條啊，你頭食嘅時我係感覺到有淡薄臭醋。哦，臭阿醋啊！我特別食了 OK 啊，臭阿醋成日講嗰陣時食咧咁菜鴨嘅時啊，嘢有淡薄咧焦醋嘅味咧啊，焦醋。臭醋咯，臭焦醋，臭焦醋。焦醋。啊是常食係個咧。แล้วก็อีอยู่นอเลยอุ้ยอีจิเลยอุ้ยนี่ฮะสิ because 人是 brothers ใส่จิเลย是ต่อเลยแท็กซี่站嘅อุ้ย咯แล้วจิเลย是ต่อ開車頭開車頭邊嘅啷知唔知微微娃娃是有個叫做一個 podcast 本嚟啊？你介拍廣告呢 podcast 得咯？podcast 啊，到 mobileradio.hk。mobile radio.hk 喎，伊特別頂人特別.hk 香港嘅電台呢，伊個 podcast 講好話，嘟好嚇，把你個過節頂一禮拜，你唔是講等馬來西亞節嘅物件嚇？對，參加你講嘅嘛，咱個咱會使去聽。再聽我講好話，亂講嘅一種。當然是要聽我講好話，頭尾過去 mobile radio.hk 去聽你節目名。寂寞教室，招博嘅班，一線嘅班，一線嘅班都未夠學生話派。OK，呢是到叫我咪講條到啲上個講，但係講另外一單。嚇，另外一單咧 ，actually 是有三單嘅，伊唔是 brothers 啊。哦，三兄弟啊。的士車頭嘅咧，嗬是較大嘅咯。and then 個但是啲咧古臉落喺邊嘅。哦，古臉嘅啊，本是上古臉落。而家嗰單啊，三天。三天 and then 啲細漢咧是啲開車頭喺邊嘅咯。哦，因為我咪啷到啲即係啷特別啷食啲阿女即係炒粿條時，伊是唔是伊價錢是唔是比另外炒粿條較貴淡薄啲用阿女數呢？未啊，這裡伊 OK 哦，OK 啦。แล้วก็講一個 special 是講，因為無啦一烹是 because 受過講面嘅是用會團。哦。用會團嚟猜。唔是係會團到啲咧炒粿條南邊，就係是用會團會嚟猜。有時有。哇！什麼話？咖喱上面嚟啊會團。
只處安安。我有時特別我就會起來，係伊去台背起來咧，個表緊哦，伊係變暗棒棒嘅，你知哦，係咩？暗棒棒嘅係變。阿棒棒有出啊講。伊無開嘅，伊唔是到 restaurant，伊是到記錄邊嘅，記錄邊擺大，แล้ว有當時無開。過卡機，แล้ว有當時都看袂到，伊內邊到底有啊米粉咯，是安尼款食呢？嗱，實咱講嗱三隻嗱三杯啦，前幾隻目睭都拖累。然後我講就去團嘅呼嘅好聊，係唔使計聊事。加分嘛。啊，แล้วก็อุตนั้นโอเคแล้ว每到對那個即係新疆印度梅下面，印度你每下面啊，每你看你最近食好聊得一位咯。呢字會喎。啊，你講啦。字攞，只係咪叫邊兩度呢字嘛？兩度。講一個啦。你個記咧，你說當今學你食啦，當今你腰個食，你你到啲即係desert 嘅desert 叫咩啊？唔要講，desert 嘅沙漠嘅啊。頭到邊腰個兩個節啊，可能對佢本來嘅時你頭前面叫咩食咩？梗是拉薩福建面啊，福建麵啊，福建麵即是本來嘅福建麵啊，唔是豆嘅福建麵。我講邊啲學嘅面嗎？即豆嘅是差唔多變一半，變咗變嚟學嘅人而家聽人。你就咁來嘅。我見知啦，咱嘅南方，特別咱唔使今日講變嚟，咱別解釋啫。你都有淡薄南方嘅聽下講本嘛，即係新加坡嘅聽下講。定住就你到啲 Facebook 入面寫，哎名咩 Caroline 嘅上面寫好啊 email 啊還誒 ，OK，sorry 未見，要 check 嘅啫。哎呀，琴日嚟講到對你學嘅面，哦，新加坡啊是南方人叫做蝦米。你是 Caroline 你把伊人到。甘係面。啊，不啦，不解講話。哦嚇！伊是邊兩個人去新加坡大嚟嚇？還是新加坡人？應該是新加坡人嘅嘛？個另外一間呢？個另外一間你甲我講伊嘅媽甲伊嘅爸，讓爸母搬去到你唔知 Sweden 是別記得咯啦。伊講你講伊聽啲隨住邊兩學嘅是笑甲不多定。OK， 到見咱學印度講伊即個學嘅面告訴你，到一打你間食安怎款呢？我是想去食是大便。豆嘅冚你係你覺得？酷咩？哦，誒 OK，好嘅，你是我啦。講是你嘅。我印度啊，就是印度，你講印度講。我印度你 helicopter 啊，邊你紅事冚啊？我琴日係覺得，你我感覺都應該是阿豆嘅嚇。不，印度咧，印度你看印度啊，印度伊那是點時就無聲，一直塞講話時就出到對啊。誒，印度我學你面啊，你印度嘅事，所以我同你講下冇啦，講笑，你係你對個人講邊你學，但係學嘅面唔講。我是想去食是大便兩 Plaza 後尾。Penang Plaza 啊，boy。Penang Plaza 是 FEMA，定緊對 FEMA 啊？嚇，嚇，後邊這裡後邊唔是出名雲吞麵啊？後邊入邊啊，boy。雲吞麵無啦，迄邊真正近迄邊位咯。伊是咖啡店咩？還是街路邊嘅檔？咖啡店咩？咖啡店咩？哦。古早是來成 aquarium 嘅嘛。哦，冇啊，當然冇話過，點解賣虎賣狗賣嘅咩？不，馬路是做 coffee shop 啊。哦，咖啡店啊，OK。這裡這帶福建麵加巴當對面迄帶，頂是兄弟仔。哦，巴當對面是，你講巴當是你覺得係巴當咧？巴當 brown。哦，巴當 brown 是唔是你 convent 啊Dato Krama 呢邊。 ？Dato Krama 對面嘅。佢邊個就是我嘅一個標誌咧，嚇！伊邊唔知是伊嘅是朋友啊，未伊本來伊朋友啦。咩是伊我唔知。伊講伊袂愛個巴拉嘅肥，因為食野水是叫愛個巴拉，伊講。係啦。我唔知是伊嘅事。Oh my 伊 god！ 講我袂愛個巴拉。 Oh my god！ 伊講伊袂愛個巴拉，伊講。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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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但是咱台灣人啊，是新加坡人無明白咧，人家明白，本啊個巴拉是頭殼啦，可能話那個喇叭個是呀，一就講咪頭殼水，哎個巴拉。你我未諗人到伊個福建麵有蝦米物件無像，蝦米物件特別的，你會是個只？伊個藤地咯，藤地地咯，了有較熱淡薄咯，我個個只熱地嘛。哦。邊個藤地咯？特別基本上邊單嘅福建麵骨 OK 啦，較濟啦。豆夾好。啊 ，OK， แล้ว sorry 就咁講。你講你藤地你伊米呢？是รู้豆夾冚嘅。你嚇 OK 當冇啊。啊，對。人當你即個呢？你米特別你是隻米加米粉呢，是安怎？啊，米加米粉咯，豆夾隻咯。啊，豆夾特別咧，豆夾特別解冚起咧，唔會亂。豆夾。講啊！佢咩冚起聲，睇你個亂嚿你時間後你講。แล้ว你知邊單嘅福建麵，I mean，即個物件樣安怎研究出來啊？唔知喎，你講下。唔知啦 ，just I think 我古早讀過一篇嘅報紙啦，but share 啦，我唔講100% sure 啦，意思講 during World War II 嘅時咯，日本嘛來咯。啊，這是世界大戰。我就係指Japan 有 conquer 嘛，人邊人嘛對。日本嚟佔人嘅邊人嘅地。有啦。嗰時有冇使嘅人到？冇。你格格等人使，格格嘅話個比較講學緊留我立咯。上過一個講。上過一個講，嗱我學嘅話就講學嘅話。紅病國歌人會聽嘛，嘅咁就係講人以後。免炒國歌人聽邊啲學嘅就會攰。免。所以國歌人聽 onlinepodcast.com。哦，嗱。แล้ว意思講我姐弟嗰邊嘅人，我盡得好。唔知係咪叫嘅人咯，了樣成真艱苦找真正好料嘅物件嘛，成雞啦，你講苦，較濟成，呢個人就是樣日本嘅邊啊咩物件，成愛得充公去，是安怎咯？了樣掠虎嘅人就是有剩嘅物件，就是剩嘅咧下殼啦、下頭那款咯，樣就是夾去研究。因為福建麵嘅湯底主要嘅原料是下殼啊下頭嘛。所以，怎麼聽到我嘅聲？啊？人到，怎麼聽到我嘅聲？你冇戴 headphone 喎，怎麼聽到我嘅聲過？人到 open 嘅 live stream 啊，應該是。你問亂搞嘅，佢冚橋。人到，我怎麼聽到我嘅聲過？你直頭 continue 講，我咪出聲。OK，你講。冇啦，差唔多你看到伊講嘅是伊嘅 story 啦，是安尼看到伊告訴我，伊講係樣就是無物件食嘛，有剩嘅是剩嘅咧臭糊啦、下殼啊，你看下咯，下殼啊下無嘛了，樣嘅盡頭嘅人就是研究出來咯，又係頭研究出來之類。講聲啊，你講。OK，人到你再冚你聲去，我暫時。pause 嚇 pause OK，一等我意思講咧我出邊本有可能本啊嚇，伊告訴我，意思講嘅咧全頭全部咧係靠咩嚟管㗎，嘅咧都誒骨嚟管啦，可能本咯。But the thing is 按照伊會想到講是愛係鹹椒啊，แล้ว可以變一款落湯底咧。因為 maybe 人哋管嘅是韓椒加落去，啊，嗱，好椒。我唔知，佢講嘅。啊啦，有人會知，會使講喎，按照學嘅面是落嚟咧。有可能咱邊人嘅
是咱马來西亞嘅天時做所以咱食落愛流汗嘛，流汗愛計做人辛苦領咁樣咯。啊，你講啦。了，個茶粿豆，我講茶粿豆，咱等一下即係講豆嘅講嘅事。搞嚟真呀！啊，你真正亂咯，你不知聽即出 episode 時咧，禮拜你就再講下面數你個 helicopter 啊。我冇聽咯，我冇聽。啊，冇個未怪咧，你冇插你聲亂冇亂。啊，當然講下你到底自家食咩物件呢？你自家食，但係你去檳城特特食係啥物物件？福建麵咯。哦，福建麵粉啊，你自家食到一打誒。我會記是，我即講我去咁時是食阿麵喎，我甲我 friend 去。食咩？唔係，因為唔是福。Hello。食咩？食咩？食福建麵咯。阿米，係咪是阿米？哦，食奶大麵。哦，阿米，阿米，阿米。阿妹啊，我想食阿米，我想食阿米。講阿米。冇啦，我講，咱邊咧福建，唔要緊你們甲我人講 sorry，人哋咱邊咧福建咧係咱特別學聽咱嘅南方嘅福建嘅朋友嘅福建話，咱個也要學。所以嗱，是講阿米，是唔是講阿米就阿米是阿妹？了，你阿妹是佢食咧，阿望望都唔知度落啦，係啊。我係 friend 坐下佢，我冇咩記，但我陣時就。阿妹，咱記即個阿望望要出工，有啦有了嘛？阿望望要出工食幾百碗豆油，特擺，豆油味啊！我特擺是就會比較講到是食幾百碗豆油咧。阿玲你叫阿玲，阿望望要出工，講。點學邊嘢喂？講嚟啦！你個細聲啊！你個到底嗌卡出嚟啊？夠啦！我聽未聽你講阿望望要出工係咪啊？啱啱話這個賣嘅。哦嚇，我買去查佢幫你看。OK，你是當今卡頭嘅，你一個接你講到阿望望咧是你唔知到嚟食掉啦。但係你自家食，你自家食福建麵，做咩事你自家食福建麵呢？唔知影咯，把我自家食咯。哎呦，唔知啊，老自家食，你自家食一攞咧還是比賽下面呢？還是阿咩？嘢下邊咯。伊下面，我講聽我自家食嘅物件啦嚇，我自家食福建麵是安怎？我特別叫福建麵是安怎叫嘅？我真正自家食誒福建麵呢是我家己大漢嘅，所以到嘅你識冚起你先食一陣時啊嚇。好我講啲咁嘅傻傻係咁多，但是我最自家食嘅就是檳城啊不，tan中bunga嘅板山你知道？南邊嘅大學個 food 嚇，伊嘅一隻蛋咪做伊名做咩啊？阿里唔是阿里，對阿里誒福建麵，咱若是到淡水灣啊，人應該知一個，唔知你 chat room 誒，你鹭江內面 chat room 內面人會知個阿里誒福建麵是幾少？然後伊誒福建麵呢，我是見知啊，你知特別較一杯福建麵，伊就是有參杯糯米嘛對哦，因較一上一大杯嘛，對啊，是唔是咯？對啊，然後我咪是特別我叫是，因為是在糯米咪是係啲蒜頭菜咯。我是見隻蒜頭菜，特別我是叫福建麵啦。特別我個係蒜頭菜咋，一豆嘅較濟。我唔是食你平常嘅麵嘅米粉麵嘅咋，我是食你Maggi麵嘅。我真正咁樣嘅，所以我特別是Maggi福建蒜頭菜豆嘅一隻。我真係能食食係Maggi 麵呢？我唔知，我是食伊福建麵用Maggi 麵，是我特對邊咧，我特對去食你本身咧。哦，OK。當然是在講。幾前面咯，俾哈，對。阿里啊，不但不知諗過歧視嗬，當然是講有去但係冇嗌板山，但係冇嗌冇關就係板山嘅嘛，但係冇嗌板山咧，到底咧一板山只大間嘅一個巴士，只大間嘅啊，我就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N 島你知唔知邊咧？但係冇嗌板山，你知唔知？特別都頭部啲唔知吧？知，特別唔捌食過。不知若是咱有去過迄一間去過
咱不只是去喺一間萬山嘅時，你本來嘅無，但就唔愛萬山嘅時候，你只去你學過嘅有食物件，有你咪啊，你嘅學嘅面是得一打，你學嘅面是得一打。你計講係啊，你去到後邊時，你計講係你，哎呀，唔知話，你計講。你邊啲學嘅唔知，你計講你阿 John 啊，伊媽做先生，爸做先生，係啊，伊特別嚟這是叫 Maggie 學嘅咧，係雙頭菜就真係最。我只係謝你嘅時候，我實際我當到謝佢嘅所以就我是謝。我定到我是無對去就謝你無對去啊，5、6年，往時姑姑個估計到3、4年嘅對一擺下，我對去時我成個啊你我誒，伊就知啊。好似啊，still remember 啊，伊會記哦，啊記伊會記，我講啊你我誒，伊就知要做咩話啦。OK，誒死冇 lock 掉嚇，有我個仔。都唔得冇咯。下面阿玲，你買好未？聽好啊，未講見。啊，好啦，好了咧。但我都查咪，但我80萬未啊？咁樣用 laptop 唔係講兼用 headphone。係啦，別怪。laptop 咧咪冇貴，哎呦。哎呦，laptop 俾我。Hello，都是別怪路啊！你試下 helicopter 啦。helicopter。我得有冇？有。嗰個有咩？有啦。我得路在現時去俾我單路去個開買一支買啲嚟。我幾隻，我就一隻阿咪啊咯，得杯。唔是阿咪啊，唔是阿咪啊，阿咪會燒到聲咩？安尼大聲咩？冇 laptop 唔係燒咗隻。誒，咱咪講 laptop 唔係啊啦，咱講佢哋，咱講隻物件。講隻。阿玲，你跟隻阿咪邊嚟？我跟隻雲吞麵。哦，雲吞麵。得一單呢？雲吞麵我食過咗一單，就別人講嘅牛筋蛋嘅一單好食。你捌去食過啊？我捌食過，未記啊，古早一擺嘅你講。好食。呢一單有賣參。上食係個講好食喎。好食。了阿玲，你去講下你雲吞麵，你麵你家隻安怎嘅麵呢？只係雲吞嘅麵哦。我睇下。冇食你卡去綁出來麵啊！我冇食Maggi 麵、雲吞麵啊！你講，你食你啥都冇Maggi 麵、雲吞麵，特別人真唔知雲吞麵攞獎你知哦。啊，錯嘅我攞獎自己錯嘅這是仔，要仔，要仔是上加嘅叫咩啊？伊夫麵你嘛唔知？something like that 啦。好啦，我講生麵啊，Sammy。唔是有錯嘅嘛？我錯油本零，我唔是講佢錯油嘅，你就看呢。伊無像伊攞當時裝嘅是，伊個麵你殺咧是伊無透明嘅，你知？伊是本是成間微白白淡薄嘅，你未看湯過嘅。另外一種嘅多麵，我叫多麵啊！我就係叫就好像講到多面啫。另外就真係多面呢啊！伊是一透明嘅，一骨較骨淡薄嘅線。我唔知，伊身軀你較骨嘅咋，骨你透明嘅看湯骨淡薄嘅嘅咁。然後我是家隻係一種嚇，有喏，你把當你去食時，你注意看。嗰一位。我未記啊，好新聞咧，8年嘅整啊！我唔知特別有哪種，就對一種伊是殺咧，伊身較骨嘅，伊是相跨噶，伊面線、伊面條是相嘅形嘅，是講伊無相款啊！唔知那是有明白，那是就是被得面嘅人嚇，咁樣講，有哪種無相嘅，另外一種是較粉，了較到底是咩嚟？燉粉奶哦，唔是燉粉啊！計咯，伊個款條差唔多成個燉粉啊！特別是多麵嚟，本是雞水嘅麵。你講咪多麵咪是雲吞麵咯？是個多麵是雲吞麵。相款嘅啦，微話咁你講，你把海人你唔捌聽哦。等我咪上只係個，你捌聽過多麵哦？我講多麵你知係咩哦？我知，多麵呢？呢個麵是夾嘅。係咩嘅？嚇？
當面呢用嘅面呢是隔碗食咁噃。我唔是小剁米跟雲吞麵是像誒。yang 那个米想是嘅干煎咩？你話我講咩？伊剁面，我講叫剁面呢 ，because 伊嘅打呢有剁安翻嘅聲嘅嘛。對，人家一頭姜係個伊個碗一堆人夾剁，就叫剁面。哦，哦，咱叫學哥嘛，學哥是咱小環你去嘅老邊搭架車是剁呢。就叫我。哇！anh tao lú thì chuyện này chỉ quá tao làm muốn kêu quá喎anh tao 魚話 à 剁面咧，即係剁即個物件咧是用滴，一個大葉滴講嘅，用大餅，然後佢就滴片，然後 cái này cọ à 負責讓隻變成隻呢條螺成蛇嘛， tao cái đi xe sẽ cầm here 殺呢個蛋嘛， à 然後人會知嘛， 哦所以唔是用碗卡你是講用滴講卡啊用滴，哦 dengan muyu ni kan nare 巴胡吧然後胡吧啊木魚巴虎胡吧巴虎啊！轉，啊anh tao講anh tao 都咪俾叫做小因為我看到而家anh tao不anh tao是你名呢在啦我都冇時間我只係時間看anh tao吧咁咪講係咪anh tao 有一句話我唔知是唔是福建話啦，梅魯啦，你講啊隻物件嗰隻 short form 嘅嘛，攞嚟字嘅，烤哥嚇啊，烤哥是福建話咧好高是學緊啲啊喎，啫，烤哥咯烤哥是湯夾嘛？烤哥，冇烤哥是正嘅，唔是氹正。烤哥是，你是唔是俾講烤哥啊？安豆，啊，係咪數啊？我冇想啊，係咪數？烤哥是福建話嚟咯。拍生我嘛冇地，我嘛去金馬倫，我嘛去金馬倫，冇我拍得落去當劍。啊，是烤哥是福建話嚟。人想講，哎呦，這別烤哥咯，別想只冇好食，就別烤哥咯。人講特別嘅事。烤哥是只較錯同唔是較錯唔知啦。咱較就是講食啦，咱無講烤哥。誒，有陣時我甲我食我朋友創啲樣事啊，誒，要去烤哥未？安尼可能有，要去食未？是福建話嚟。OK，是福建話嚟，羅母講啊，羅母講啊，南方到嘅。哇，佢只啊，那個媽媽。是嗎？誒，到嘅。話嗎？喂，攞隻人妖啊！有聽你講媽媽，然後我聽講，我被食咯樣。你咁就冇。我有聽好講，啊不，我有聽好講，我有聽媽媽咩啊？你講媽媽，你真係自教，我爸嘅話馬來正是解啊！媽媽，哦，咁咧有聽啊，同你。有烤過嘛是福建話嘛？烤過是福建話嚟啦，你用本地有病。我用我係發咗陣波先冇用啲嘢。現在用咧做隻 sample 我看。嚟去烤過。來去烤過嚇，對啊，來去食對有啦。我感覺到，咱邊人較少講去烤過，咱較濟是講去食，特別咱咪聽過未烤過。實講無物件無好食，是哎呦，這未烤過咯，咱是講可能咧。是啦。又嘛是講物件嘛是講未烤過，唔是致癌。對，嗱些未用嘅物件啦，無好嘅物件都叫未烤過啊。特別其實是烤過是意思是食嘅意思。แล้วก็等陣個就是冇機會講到過嚇，但我講得面啊，上個咯，上個。阿玲，把你講雲吞麵你唔知啊？我個俾講這種飯。哦嚇，哦，看你個輪到對啦，看你個輪到對啦，上個呢上個，你見食咩？係講阿咪咧，講這邊嘅也是檳榔嘅咧。青菜。獨格佬。我這邊嘅啦，我檳榔個歸來代表啦嘛。講我這邊嘅不是福建麵嚟。但伊是福建巴。咩？福建巴，沙巴嘅巴。
聽歌聽歌聽歌，大曉曉大。伊是無迄個湯嘅啦。哦打，我想你講福建巴，我想你講福建巴成個沙巴，我只想講，就是講條我，知唔知咖喱福建人真正是記到你迪巴裏面逃避出來，你講少關係。冇關係，啊，你福建打。福建打。伊是啲即個吼，阮嘅大沙卡哦，一個叫聖多沙邊。哦，啷大沙卡滿聖多沙，是喺新加坡呢啊？聖多沙，伊是大滿聖多沙。誒，嘛有大滿聖多沙，嘛有大滿聖多沙。頭家邊冇大滿聖多沙嚟講。這本有。頭家你係邊個咧亂咧？聽唔到講咪本咧，大滿聖多沙。我講話咩？啊，唔要緊啊，來，我就講冚住啦，冚康。冚掉係就係。欺負我咩？啊，只叫你寫參，你寫把單佢俾買，我就冇欺負你啊。當暫時嘅冚住，好啦。啊，等陣，等陣。啊，上就係講講。啊，แล้ว即係嗬，伊是無湯嘅啦，伊湯咧嗬是加甜淡薄嘅咯。就所以啊，伊放甲少淡薄啦。哦。啊，伊是真正鹹濕嘅，伊個湯嗬，伊豆是好淡薄呢。哦，未怪叫做豆，可能是鹹濕嘅素質，伊是平時學嘅面來是講鹹濕好多落地呢。就變咗大去。誒，伊料是唔是像嘅呢？食物件，伊湯滿是下底啊。無，伊有通加料誒，伊有咧排骨啊。雞卡 and 啲咧叉燒啊，反正。你冇一湯是唔是下底本嚟呢？同下罐嘅呢？啊，下底本嚟。但伊下味怪重本嚟啦。哦，下味怪重。啊。有可能是主角係結結咯。冇，伊湯冇結嘅，但伊 I think 伊下較濟啦，冇啦，伊下較。哦，南美會啊，令人講。唔是，聖多沙。Okay, how go? Then sometimes I say, "สุด,ชิลาของฉินชิลาของฉิน講 how go? Sometimes 佢講สุดไม่คิดสุดนะเดี๋ยวชิลาของฉินรู้什麼名啊？ชิลาของฉิน你不要換你名啊，到底你錄講嘅節目那邊。we say สุด啊，令人唔講สุด。OK， แล้ว等最後一件講，and 豆呢個是講咩？讀了。讀了係咪啊？咁樣好食嗎？邊呢？我知㗎啦，好食啦，咱當別講嘛。好，咱把路見叫laksa是咯。laksa 嚇，好阿三啊。嚇。你是個食到一單？我嗰次係是大去Perak Lane 紅茶會嗰邊嘅。Perak Lane 紅茶會浪仔哦，別人。是唔是一間咖啡店啊？แล้ว伊個嘅話嘅湖灣湯咁樣湯嘅，特別係laksa湯嘅嗬。是唔是？好啦，伊是laksa，伊是講有湯係大粒湖灣咯。我知過。好食啊，玲。我個就係好食，你睇食。會話我講嘅就係邊係唔是咧？阿你新加坡夾入邊嘅。個 N 入邊。哇！我冇食過本，伊是係你係邊是係字來garing，成日有隻老闆是換嘅啊。對。哇！好食，我冇食過本，哇！一隻咧對，那是愛咧那做一脆嘅，淋落地面。哇！阿是都打包。阿珍，係咪？你個老暖啊了，我老暖啲嘅佢是幾人嘅？淡啊！即係咪？對，等，上來，上哥啊！上哥講，我走了。哦，問走啦，未拍到誒，你驚就好啦。感謝你參加。OK。夜晚對嚟，拜拜。你罵對啊！你罵到蛋推出來啊！
成個跳落呢嚇。跳落係咪？跳落。你講人豆特乜就會講你講嘅。幾多位嗎？垃圾接落去講咩？垃圾。嚇，垃圾你食嘅垃圾，你是個食有，你特別去食一單，白啦你又係胡玩咯，你是個食胡玩咯。我嗰隻胡吧，嘅胡吧。胡吧就幾好女哦。係啦。睇佢睇嘅胡擺啊。靠我記到冇咯，較早記到有咯。伊胡吧是等於湯嘅，湯嘅拿出來胡吧啫噃。冇，伊有成個安怎講？白，伊葫蘆其實名咧嚇，胡片啊，胡片啊。嚇，胡片嘅咯。哦，我是講隻咧講解，喏成個咧就蠻抓，然後咧耶，但晚你講雪咧，出嚟空切是糯米嚟。或者咱講糯米，或者咱講物件講生活講糯米，真正只物件只一個咱粿啦、娘娘粿啦，係咪㗎了？個就係豬腸飯咧，等下你講豬腸飯。呢種飯好似係是一個根丁嘅個別咁嘅。哦，我想講根丁。Green Lane 根丁嘅個別咁，依樣是特別呢？依個豬腸飯。依個料只結嘅料，人講係 caramel 還是係 peanut butter 嘅。哦，依是依個特別 secret recipe 呢，成個你 KFC 啊，然後依叫 CCF 唔是 KFC， 豬腸飯啊，係 CCF。誒，依個很少就特別，依很少係 happy。哦，很少個 happy secret recipe CCF 啊。阿 John，個老老婆。老挪。我刷出落去啦，包括地。包括地本好似特別別曬啦，啱啱講緊包括地本老誒，另個隻刀是講誒個字是講。我巴生人冇講包括地就會使。係咪嘅？哦，係啦，你巴生人嚇，啊，我學你講，當今學你講下，嚟巴生嚇嚟包括地，你把佢變定就攰包括地啊？唔捌捌靚嘅就阿嘴就個驚了。喲，個都好嘢咯！你講我聽講嘅巴古地係咪特別呢？有誒有幫叫咩？當咩？叫咩？咩蘑菇啊？咩物件叫咩？有歌啊？咩物件冇咩？唔是蘑菇，叫金針菇。哦，金針歌，真菇啊！嚇，金針。有幫助。我幫這個咯，另外買到隻暑假就椰煙北咯，椰北麗嚇，椰鄧鏡椰北麗啊咩嘢啊哇！我你就話點知啊？但你講成會話話？我成日講白骨地嗬，在頭嘅邊度聽過嗰啲海鮮白骨地？我不聽過啊。你捌食過啊？嚇，你有食過？我有食過。伊海鮮白骨地裏邊是有蝦啊、你個假講，你個假講咯，你個叫你有過嚟冇叫佢食？我食一刀呢，我唔是過去嘅，伊是一個比賽咧，contest 比賽喎，比賽白骨地，你知哦。So from the whole Malaysia 去比賽，你知哦。你我有去食啦，嚇，我有去食。白骨地 championship 啦，白骨地 championship 伊。對。伊白骨地 championship 咪拗住一個骨嘅。肉骨茶王。哦，肉骨茶王唔是一隻 restaurant 嚟咩？嚇？肉骨茶王唔是一隻 restaurant 嚟咩？唔是肉骨茶王，伊 contest 名。哦，我定當我想講，我到底你 Gurney Plaza 佢就間肉骨茶王。誒不是，人就係翕小影嘅，唔知一個本嚟學見聽講什麼叫啊肉骨茶王。哦，成個是有一間 restaurant 嚟本嘅。對，白骨地景我係。嚇，哦特別伊是 championship 是迄個啦。伊是比賽白骨地啦，因為回浪啊，人知唔知講你，咱白骨地誒咧湯嘅底啊，伊藥材，嘛是你家己夾嘅嘛嗬，所以把一大家一款另外一款有淡薄嘅叫無相。無相嘅，是啦，無相，我是家己嘅 special 差嘅。
你我咪講 secret recipe 講那是啊 K 一個 BKD 嘅嚇 secret recipe BKD 巴骨茶。不good 嘅。你講南方嘅巴骨茶加北方邊啲嘅巴骨茶有味素無相嘅呢？伊茶伊湯茶，我八隻腳咯，南方啊，我八隻腳邊嘅。都唔係只個邊啲嘅。嗰個係阿張甲你講晒唔住咯，巴骨茶嗬，咱食係好料嘅啦，你嚟加埋鹽油炸果。啊，對，要炸鬼garing，要大哥，呀，阿張叫我。要大哥，OK 嚇。要炸鬼garing 嘅時候，你換伊湯啊，你講過嚟熟伊湯啊，嚟加。一個嘢係啊，白虎嘅啊，好料。係咪白虎？要菜啊！哦，不過大家都誒，呢個一款啊，都食過阿 John 單嘅不等過陣慢慢來，唔會過，等陣好掉聲音大把佢哋，我俾講佢哋要菜，啲要菜菜是係咩菜嚟？呢叫咩？玻璃生菜是。嚇玻璃。啊是玻璃生菜是。玻璃生菜是係咪？生菜啊？生菜係咪？玻璃菜。玻璃菜啊！依個嚟殺，安尼殺過啲湯淡薄，一時係淡薄咧啊油，啊你咪啊豆油啊，豆油我是個啲啲嘅，然後個係淋咧油槍，唔是油槍，哦豆油蠔油，蠔油呀，蠔油啊，唔是鵝油就唔是攞呢嘅鵝油，我聽到鵝油，攞呢啲數啊，個係啲數。然後特別驚我開台，點開始佢爆炸，一部你吹㗎啦佢。你我是講食一種咯，一點點嘅咧是伊接點點咧是個三把虎就對面就好食咯。啊，白虎好料。你會話你講一種新嘅，唔是大白骨茶，你是唔是到底你白骨茶昂嘅食啲嚟乜咧？冇啊，這邊本有啊。有本，特別是講是巴生嘅喎，巴生嘅打不骨茶。冇嘢，啊是鹹濕，你是巴生啊是鹹濕。應該是靚嚟。你靚冷辦法啊？靚冷但係咯，伊上啊叫嚟炒鵝豆油，安尼款嘅物件咧尋不骨茶湯啦，但特別是做大咯，特別佢即係好嘢，不骨茶啊。我對，微微話話，我知道對去，我明年對去是啊，過一年12個月啦，慢慢倒算啦嚇。啊，你明年？我明年11個月，對。Next year。我冇咩食大，到到為我愛食。就是咯，攞嚟使較早去食，還是攞去食是咁樣去小應該叫啊嚇。你嚟靚啊，才去食。啊，你靚嘅靚夠。哇！靚係不骨茶啊，嗬，有冇有時隻無相嘅，無相嘅，都係 test 無相嘅，呀，不當啦，我對佢是冇人去靚嘅食無相不骨茶。即係幫曬哦，即係別幫曬，可能食安尼食吧。我食食骨爪啊，就是咯，幫未出雞爪，特別哦，你幫佢炒啲，嚇幫佢個炒。你睇邊度咯？你睇邊度咯？嘅不骨茶嚟到當歸。啊？哦，當歸嚇。所以當歸阿多。當歸嚇，對咯，當歸食人做嘛，幫未使，幫未出啊，一粒食。成個腰呢，幫出一粒定，一豆，殼豆呢。但當歸冇適合查某食嘅咯，所以人查甫食，迄個就無好咯。就是食會生驚嚇人大噃。迄個熱嘛。哦，我想食迄個小紅不當然大氣。交過之後生一隻叉燒出來一地。阿咗咧，冇人搞真係大不多咧。係咪？我唔知，我想食當歸就大不多咧嘛。係啦，不多咩？喏，人搞嘛。哎呦，你不給一句。我死啊！你是大巴骨茶㗎，你去到抌人巴骨茶啦，笑鋪啦，對住隻腳。
好，成日讀嘢，咱時間即答，咱時間即個話題哦，把咱個 continue 做嚇。好。我感覺就講啊，你會使 continue 喎，because 嗰只一項物件嘛，無相招嘅人講啊，對，無相招嘅人講。阿張，你捌那個下個炒鹹蛋無？下個啥物我想未起，下個是你海鮮嘅下個啊？撈住下個。是唔是咧海鮮？成個伊成安尼成個一條，成個下淡薄，可能特別伊成個唔知成個是你 caterpillar 唔是 caterpillar 就下個就嚟撩蝦呀。嚟好，知。下個炒咩骨頭？鹹蛋。炒鹹蛋啊？唔捌喎，好似。你捌聽個人捌聽個是牛油下個咯？牛油嘅下個。個嘅你捌聽個是廣播，捌聽個是 next time 嗰隻是廣播嘛？是唔是？谷寶啊，大曉啊，行做乖，唔是啦，谷寶啦，谷寶唔是大曉啊咩？大曉唔是谷寶，公寶，哦公寶，我直接三大曉，你叫大曉嚟查。我把它出名是，我把它變成是出名谷寶嘅下個，是你特別好10%啊，我睇你。喂，講到點心喎嚇，你點心啊，講見邊咧有一間12點暗暝嘅開嘢。都咪講啊，咱咪留掉啦，唔好啦講住，咱咪講3-4點鐘講未了，咱咪留得一擺個都得啦。阿張即係下個包啊，留來下擺個工啦，可能見你。對，可能見者，咱把它咪聽嚟聽，變成學見講插撲機。咁樣冷都咪聽。唔是，真係個冇乜舊嘢咁多啦，我就真係變成學見。變成學見差係個兼女差係個巴古底告訴，唔是巴古底，豆嘅告訴你，特別豆嘅下的另外一擺人差嘅時候，人講嘅時候，你都有先嚟買啊嚇，冇嚟亂咧啊。冇對。OK。你係使去教即係即係咩啊？阿拉伯做嘅巴比啊，阿拉伯做嘅巴代理你 computer 買買好晒肯定物件嘛。好是啊。定當時 sponsor 玩嘅隻物件嚟㗎好。對。特別你要知係咩消息，你要知按出去吹你一點，一般因唔知有被批發咧，是有被嗬 individual 都知有到嘅。阿明阿玲，一被批發咧應該是。冇被批發。叫阿拉伯一定係被有啩。誒，你講啊，成日講啊。講咩？成日用掉嘅麥有嗬，唔知伊人講都點只扛靠吹嘅咯。不嚇，只扛靠吹。我嘅 computer 點冇備你講啲啦。But then it still 是接 USB port 本嘅嘛。對。你係使去你店會講咯，講你去你賣你 computer 店講，我當陣只人俾吹你啊，咪你冇人產品你學見落，唔是俾只好嘅賣啊，所以你係使去代理嚟賣啦，你可以叫我10%對啊。冇啦，免啊！你免趁你免嘢，你叫人一頭代理嚟叫去貼咯。比講只貴呢，一支成啱是有你把個79塊美金嘛是啷邊個哩？你哋話除掉50塊美金咩？哦，而家50塊19塊呢，50塊美金是得咯。不過若是講我短期時呢，係就是俾係交女好啊。我講老啲。小貴啊，小貴啊，等佢俾你解咧，就都係有個零。別使條帶。阿 John，阿寶你俾邊嚟學你能啦？你成個乜幫曬是幫金呀？阿寶阿 John，係咪？講聲啊，要是做咩事我唔知咯。啊，今日只係張會。做妹？嚇？張會係咩？張會啦。張會啊！生日快樂！張會是頂一禮拜啦，咱正當然就拜一了。拜一是幾號啊？等我看張會是14號你生日呀？17號。14號。我就係見到只是17號嘛，咱邊嚟學嘛，拜一嘛。唔是 ，sorry 唔是拜一，咱嗰只是下個禮拜，唔是這個禮拜。
17號，這個是24號，都十月整，十月整咧，十月整是阿豆嘅生日，拍超，等我拍下。我放什麼聲啊？你做你生日啊？放你什麼無聲嘅聲？等我看看拍手嘅聲嚇，我拍手下有啊有啊！哎呀，來拍手，等陣我個哇！哦，來嚇各位即係來拍手嗬，喵豆嘅生日。呀，我11號，我係11號，我係11號。你幾號11號。哦，啲嘢一騙人嘅，一喺度 Facebook 嘅是假。好，對啦， 11號11號。一係幾號？一係11月3號啊？一個13號，你個人騙咪是騙你嘅，你個騙自己就我靠伊咧，哦，你騙人嘅心我覺得你靠伊咧是啦，騙我嘅心我哋呢，嘅，琴日去嘅11月20號，然後攞你生日嚟驚呵，這裡是11月11號到嘅生日，加11月sorry 11月14號，點解幾號？我講幾號？11號啊講，11月14號到嘅生日加11月20號21號21號11月21號是，等你微娃娃生日，微娃娃你今年幾歲啊？21號是17少年機喎，你呢到嘅呢？18哦，一個18，一個17，好啦，我若是我生日嘅時，攏知我幾號生日，嚇可能就是知我幾號生日。問講出來，我看幾人知。一人知咪咕嘅生日幾號呢2月30號咯。講2月30號。我今日卡走去 internet 嚟吹啊，當見我真唔知咱抽卡笑。我今日走去 internet 嚟吹，我真。看到對你是教英嘅你。我真係今日點去嘅啦，幾號啊？我冇聽到你貓嘅聲啊，那是你麥克好難面了，我覺得幾號？冇人知啊？叫 online 吹啊，吹掉了。我都吹掉啦。知啊！其實你都係吹掉嘅 ，online 吹掉啊？啊，威娃娃 online 吹掉嗎？有 Dragon 阿玲呢？係啦，last year 變咗學嘅嘛有。阿玲呢度都係吹掉嘅。面赤係吹掉掉。係冇跟人講過面赤嚇，有死人臭點聲鬼啊！人面赤係點聲呢？不是，我諗啊，我咪講啦，面赤嚇若是講住到咪叫我做面赤嘅人嚇，會使佢去 Facebook.com 嘅嘢，會使 at 我啦嚇，我名咪就 John On 咯，一句嘅了。แล้วก็我比較兩講，若是講到啲 forum 嘅，人直接俾參加 forum，我就係講啷個了唔知有燒炭就 spam 嘅 email 嘅寄可能講我是到伊講嚇，即是有咩個人討論講你邊啲學見嘅貼掉嘅 email 嘅，啷若是就貼燒炭咧，可能 email 啷要緊寫字，即是假嘅物件，唔是我個人討論可能你抄卡，我唔是我贊成嘅啦。所以我當今嘅 registration 咧website registration 我有新嘅 rule 啦，就是講咧。讓那是 join 嘅時候，讓別使顯示 join，顯示報時你 join 咧，我特別 approve 啷個才 join 啦。แล้ว這是你條件就是會講，你要我有陣時我唔知講到底是真是假嘛。若是有咧，我陣時看伊 email 裡面有等人名，我知講成個伊是真嘅 email，我都無去 cancel 伊個。所以人嘅寫人嘅 nickname 嘅時候，伊叫人 create 人嘅 username 嘅時候，要緊你特別寫福建話。你即係你把你 spam 嘅人唔要講福建話嘛，所以我就看到伊名就是幫配嚇，我就就講是人嘅正人嘅咯，有即係人真好笑嘅名啊，啥名老細啊，什麼嚇，你看你物件，當若是去 sign up 嘅時用佢哋 forum 嘅時，要緊用福建話名，我就講是亂啊，若是講就講是正人，我就 approve 啦，就講假我就唔 approve 啊，明白哦？
然後佢使去面車嘅話，本來下感謝。OK， 感謝各位先生聽就收聽，但是講到人暑假聽這種嘅只好料嘅話題呢，即頭一出，但是講到暑假聽嚟講呢，到底你講咩你老較濟話，叫我過做過一擺啦，我下個月有可能過再做過一擺。但是講人就是個人在講我生日，你就去你講咩你寫，我咪講過。講咩你寫可能就是在講我生日是幾號啦，無獎品嘅，無攤嗰啲八骨昂嘅，唔是八骨昂，八骨大昂嘅一支骨嘅無嘅，實在笑嘅。佢感謝各位聽者收聽這手指看情況個人嘅叮當槍，是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我哋現場聽眾教我哋嘅特別嘉賓。我哋特別嘉賓呢是新椒兩隻煙豆啦、菜籃、來紅包好咯，แล้วก็特晚嘅上隻係歌啦、上歌加老椒微微娃娃、老椒豆嘅加老椒阿玲，感謝人收聽加參加我哋節目，拜拜，禮拜再見，拜拜。